来看昨台北市才发生公车弄死过路人的事故。早起伫新北市，一台公车可能是因为故障失去控制，伫路口时滑的时险去弄到青红灯。加在公车顶头15个乘客拢平安哦。公车故障的原因爱去了解。公车停伫咧12路口，等你要倒换，但青红灯还未变的时阵，赶紧要换。不过车愈开愈偏，司机赶紧打档啊。对无同角度看。公车只敢若差一线就去弄到青红灯条啊，倒边的车身甲规个人行道拢占掉的，车顶15位乘客拢被疏散接驳，好加在无人受伤。行驶于英式路欲左转新海路时，不慎于路中停靠，经派员到场，现场无人受伤。代志发生的边就是新埔国中18早起8点外，台北客运的公车自邦桥的英树路未倒滑到新海路，乃突然间失去控制，掉伫咧路中。它是那个动力方向盘故障，保险丝烧断，所以方向盘变得很重。我们现在调它的检修记录，它有没有正常在检修这些方向系的事情？没有渗进它的那个运维护责任的话，那我们就会那个罚款9000块到9万块不等啊。客运告诉讲，是车故障，不是人的问题。新北市交通局要查清楚，车是不是有按照规定保养维护，若无也会依法来开单。但是台北市拄则发生公车追撞事故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几多个人受伤。即马又搁换新北市出状况，公车的乘客安全也正受注意。其实有时候也是司机的问题啊，不是完全是这些物品的问题啊。有些司机他们开车真的蛮快的，蛮危险的。公车不安全就是人上去站还没稳，公车司机就开走就跌倒了。有民众认为应该加强司机的训练，也有人讲应该对公车做全面的体检，唔当让这种代志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